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现在来我们现在来唱今天的回应诗跟祝福诗。那我们从头到尾就唱一次这样。交给经办。哈利路亚！今天天气很凉爽啊，虽然现在来到圣殿的人没有很多，但是我们依然要激起我们的热情，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。大声呼喊3次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然后我们开始唱，好不好？预备，来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。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在其中，要高兴欢喜。要高兴欢喜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要高兴欢喜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。我们用乐器、用掌声、击鼓来赞美神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，
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。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在其中，要高兴欢喜，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也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我们大声呼喊哈利路亚！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生命请你来，自由运行这地。在你宝座前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生命请你来，自由运行这地。江河，生命的江河流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平息。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生命请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是你的江河，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不要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欢迎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不要主啊，求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这当中。我们要浸泡在天父的爱里。主啊，求你来，这个时候就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里最深处。来，路亚，有位爱我的天父。因为爱我的天父，他永远不放弃我。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，我深知他不免着我。我知他
一次来领受天父的爱。在你的心里深处，你是否渴望这份爱？哈利路亚！当你渴望的时候，你可以跟我们的阿爸父说：主啊，我需要你更多更多的爱我，更多更多的照顾我，关心我。主啊，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修补我们破碎的心。我们要谢谢你，赏赐在地面上有一位好的父亲，但是我们更要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的天父，是我们的阿爸父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跟随你的脚步。哈利路亚！吸引我，主啊，吸引我，让我能够贴近你的心。哈利路亚！引我贴近你心，拥抱在你怀里。我爱你，我的天父，你是我的。再次跟我们的阿爸父说：吸引我。引我贴近你心，拥抱在你怀里。我爱你，我的天父，你是我的一切。我爱你，我的天父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引领我们，在我们的灵性成长里面，我们有很多属灵的前辈在带领我们、指引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更渴望圣灵天天与我们同行，掌管我们的心，掌管我们的口，让我们所做的事能够荣耀主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看见在你的宝座前有一道生命的水流，正向我们的心里来涌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话语就像活水一样，永不停息，来浇灌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歌唱来颂赞你，因为你是慈爱的上帝，你是爱我们的天父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天天引领我们，祝福我们，也祝福我们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，在你的面前蒙神你的悦纳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这样祷告、祈求、敬拜、赞美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请坐。
救了我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能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。疼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用恩典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圣殿当中，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以及恩典。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，所有的祈求你都听见了，但我们也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所求的是否合你心意。也感谢你用你的爱围绕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用我们所不知道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。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用恩典随时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接下来请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恭守上帝的话。我们今天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章第40节到52节。第40节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41节，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42节，当他12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。43节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。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。44节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1天的路程，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。45节，既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46，过了3天，就遇见他在店里，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47节，凡听见他的，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48节，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。他母亲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”49节，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50节，他所说的这话，他们不明白。51节，他们就同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52节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以上。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敬爱的林牧师来为我们证道。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基督信仰的教育与传承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齐聚在神的家中。今天是教育事工纪念主日，也就是传统的所谓的主日学纪念主日。那讲到主日学，一般都会想说啊，就是儿童主日学。那其实，在教会里面不分大小，信徒不分年龄，每个人都需要被信仰教育。儿童需要，青少年也需要，老松年，长辈也都需要继续接受信仰的教育。所以在教会有儿童主日学，那有的教会也有成人主日学。有一句话说：“活到老怎么样？学到老。”在知识上是这样子，在信仰上面的学习，我们更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，持守在上帝的面前。
那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要一起来思考，在家庭、在教会，在信仰教育这方面的功能跟责任。那我们也来问自己，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位受教的基督徒？是不是一个愿意被教育的人？先知以赛亚他这样对主祷告说：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够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所以这个听，在旧约圣经常常说：以色列人，你就听；以色列啊，你当听。我们要听，从小被教导听父母的话，到学校听老师的话。那在我们的灵性层面，我们听上帝的话。所以这个听很重要，听会形塑我们的一个行为。盼望通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考，我们也是不是一位愿意受教的基督徒？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爱吸引我们，你的爱培育我们，你的爱包容拥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让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来思考耶稣的生命。在他年少的时候，他就愿意将自己摆上在神你家中，就知道以上帝的事为念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愿意来领受神你真理的话语，来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那信仰的榜样，来影响更多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一般讲到教育，想到的就是知识上面。那在台湾的学校教育就是比较偏重在知识，那更是很多的家庭很重视孩子的成绩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或许常常也会忽略了这个灵性的培育，灵性。一个人的生命，除了有生理跟心理上面的需求以外，还有一个更隐藏在我们内心的，就是一个灵性的需求。那什么是灵性？灵性就是一个人与创造者的关系，与创造你的这一位神的关系。因为我们是神的造物，是神所造的。奥古斯丁说过一段话，他说：当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他把人的灵魂里留下一个像上帝形状一样的破洞，一个缺口。那这个缺口，只有当人找到上帝的时候，才能够被弥补，成为一个完整的心。意思就是说，人的心灵，除非能够在上帝的里面，否则人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圆满，或是一个平安、完整、整全的一个境界。那我们来看，在教会其实说来，它扮演了很大的一个教育的功能。我们从一场的礼拜来看，从一开始的招待人员、防疫人员，这些都有训练，开始在训练怎么样接待人、服侍人，这需要被教育。在一场礼拜里面，我们看到一开始都有一个领诗，领诗的功能是什么？常常就是带着我们唱过今天所要唱的圣诗或诗歌，有时候针对比较不熟的诗歌做一些的提醒。所以这个就开启了一个会众唱诗的教育。那我们看到圣歌队的献诗，每个礼拜六来练习，就是一个圣乐的教育。那在一场的礼拜当中，最重要，我们聆听神的话语、真理，一个真理信仰的一个培育跟教导。那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，各个团契也都扮演了这些的信仰培育的功能。从最小的儿童主日学开始，到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、同心团契、松年团契，各个团契在信仰里面怎么样？互相的造就，彼此的造就，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，学习如何做生命的陪伴跟分享。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同整来看，
有圣经神学的教育，有圣乐的教育，有服务服事，甚至有传福音、宣教等等的教育。那这些的教育都有别于学校的教育。这些的教育，在教会里面的教育要做什么呢？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在培养我们如何分享生命。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很重要的是能够活出生命，影响生命。今天我们拥有了很多知识，但若是知识没有办法落实，没有办法活出来，那这个知识是死的。一样，在信仰上面的很多圣经神学的知识，倘若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，那也只不过是我们所知道的，但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一个信仰实践。所以基督教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，就是能够培养信徒成为一个分享生命的人。所以教会在做的是一个生命的培育工作。教育家斐斯塔洛奇他认为，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培养出一个整全的人。什么是整全的人？整全的人就是他能够在身心灵这三个部分有一个很均衡的发展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扮演一个最重要的根基的角色，就是家庭的教育。我们不要寄望说孩子就一个礼拜带来教会主日学，然后就会有所信仰上面的学习，可以有限，但最重要是我们的家庭教育。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跟模范。箴言22章第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或看到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家人能够来到教会，我们的心就有一种安稳，一种安心。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的家人没有办法跟我们来到教会，特别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心就会有所牵挂。他在做什么？牵挂着他。我们在敬拜上帝，但是他在做什么？我们一生有主可以依靠，但是倘若他不愿意来接受上帝成为他生命的救主，那他终极的依靠在哪里呢？我们都会担忧，会挂心。箴言这样说：如果一个小孩子他从小我们教导他走在上帝的道的时候，他一辈子的路我们不用替他担心，因为就算他到老，他也不会走歪闯，他也不会偏离。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，耶稣的父母他就是一个很注重宗教信仰教育的父母。那经文描述少年孩子时代的耶稣怎么样？这样说，他渐渐长大，然后他强壮起来，强健，然后又充满了智慧，又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。哇，我们看到真的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境界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耶稣，他的成长过程就是已经拥有了健康的身心灵。他的心灵的境界怎么样？生命的丰盛，整全的境界，真的是叫人羡慕。今天经文讲到，当耶稣几岁的时候？12岁的时候，这是唯一一段在圣经里面唯一记录到耶稣在少年时代的表现，其他地方没有记录，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。我们看到，当耶稣12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带他上耶路撒冷去守节期。那当这个节期守满了、完毕了，父母都要把他带回家。父母想说，孩子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回家，一起回家。可是回家了，却发现耶稣怎么样？不在当中。哇，绕高品，发现耶稣不在当中。所以他们就回去耶路撒冷去找耶稣。那时候发现耶稣在哪里？在圣殿。那耶稣在圣殿做什么呢？
46节说，过了3天，来，我们一起读。过了3天，就遇见他在殿里，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哇，这件事情过了3天，他们返回去看到了耶稣，他是坐在圣殿里，坐在教师的中间，他在聆听，也在请教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12岁的孩子，就好比现在我们的孩子可能是国小6年级，或者是国中1年级的阶段，哇，他巴不得每天都能够来教会。我们看到他那个孩子喜欢来到教会的样子，然后喜欢跟着牧师、长老、执事我们的辅导坐在那边讨论圣经、讨论信仰、讨论真理。哇，有这样的孩子吗？还是其实我们会在乎的是，他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，那他的功课怎么办呢？这是现代我们台湾社会很多父母可能也很担忧的，孩子的功课怎么办呢？但是我们看到耶稣，他渴慕真理的心，在那时候，当他的父母看见耶稣坐在圣殿、坐在教师的中间的时候，父母的反应是什么？来，48节我们一起读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，他母亲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”在台语的版本是说，他的父母懵样就是吓到、焦虑，然后很惊讶。我们看到母亲怎么对他说？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？你看，我跟爸爸都很伤心的来找你呢，找你找不到的那个过程，我们很焦虑、很难过。父母心，我们有没有找过孩子？有时候带他出去一晃而不见了，我们就很紧张，生怕他不见了。所以我们有没有找过孩子？父母，耶稣的父母就是这样的心境。哇，突然发现孩子不在他们的身边了，非常的焦虑。在那个时候，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们一起读。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或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”哇，耶稣的回答振振有词，很有道理。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？我不是就应当以天父上帝的事为念吗？这本不就是我应该要这样吗？”我们看到少年耶稣，他在12岁的时候，他深深明白，他的一生的工作、呼召、做事的原则，就是要以上帝的事为念。但这样的心要怎么培养呢？有人能够愿意这样吗？什么事都是上帝第一，上帝第一。这也是值得我们来省思思考。所以我们看到少年的耶稣，他在身心灵有一个整全均衡的发展。透过40节、52节，特别52节，我们看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哇，这样的生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美好。也很多人运用52节的经文，在祝贺有时候婴儿，在祝贺他的成长。这个是最美的一个祝福，就是祝福你，就像耶稣少年的时候那个过程，上帝的智慧与你同在，上帝的身量让你增长，还有上帝和人喜爱你的心也日益增加。因为上帝和人喜爱，就表示这个人他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，跟人有好的相处，方能得到人的喜悦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整全发展的面向，包括身体、心理，还有灵性。灵性这个部分，
是不可缺的。身心灵这3方面均衡的发展，发展的美好健康，才能让一个人的生命活得有平安、健康跟喜乐。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教育的养成的这个过程，就是要帮助一个人能够长成到这样的一个样式。以下我提出4点。第一点，一个人的成长，首先他在身体上的成长。身体是上帝的殿，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我们要教导孩子能够怎么样尊重、保护、爱惜，保持圣洁，不要随便的毁坏它。哥林多前书说：“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就住在你们里面。”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，那就是一个上帝的器皿，是一个要活出上帝形象的一个代表。所以像天天现在这么小，从小就开始教导他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尊重你的身体，不可以让人随便侵犯你的身体，你也要尊重别人，包括都不可以随便这样打、摸这样子，这些动作都不可以。所以有些的观念从小教导，会像膜印在他的这个脑部里面。第二个部分是精神上的成长。有一位神学家说，一心追求将神排除在外的学问，这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知识，不过是残缺的教育。如果一个人全部只接受在知性上面的这些的知识的教育，但是呢，心中没有了上帝，没有这个灵性的培育，在他的生命的里面，在他的灵魂里面，在他的生活行为作为，他的意识价值观里面，那他所接受的知识还是有残缺，没有完整。所以我们追求学问的过程，要把上帝放进来。我们看到犹太民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，让他们能够如此的优秀，是因为他们很重视薛玛的教育。薛玛就是教导上帝话语的教育。那薛玛翻出来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啊，你当听，我们要听上帝的话。所以犹太人当他们在孩子小的时候，就开始教导他们诵读跟背诵上帝的话，不管他认不认，就在他还没有认识字的时候。所以，到底孩子什么时候要开始给他上帝的话语？难道要他可以开始看字才能够教他读圣经吗？其实，他们这个教育就是透过听。我们说胎教，孩子在你的肚子里面的时候，妈妈常常为了让这个胎教更好，有时候会唱歌啦，讲话，对他讲话，讲美好的话，讲好听，讲祝福，讲期待的话。这个孩子他听得到。如果胎教的时候，你都是用一种不好听的话来诅咒他，这个孩子，我相信他的生命就是有一个残缺的部分。这个诅咒随着他长大。但是如果你用充满着爱跟期待、祝福的话、恩典的话，在期待他的来临，那这个孩子是被祝福的长大。所以他不一定要开始会看字才能读神的话，他可以听，听的时候，上帝的话就深烙在他的心灵里面。第三个部分是人格上的成长。人格上的成长，只在一种发展社会适应力，这样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这些的复杂的处境，这个不单纯的处境。或许我们看到有些人，他书可以读得很好，读得很高，但是有可能在踏入社会要工作的时候，这个适应力产生了问题，可能没有办法承担在工作上面的种种的压迫、压力、责任。但是有些人可能他读书
可能没有读得那么高，但是他却能够在社会上面适应得很好。所以或许这个也值得我们来思考。毕竟一个人他是群居而非独居，人就是要在一个团体里面学习跟人建立关系，跟不同的人相处。更重要的是学习替人着想，这也是在教会里面在培育孩子。因为服侍嘛，服侍就是看到人的需要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教育。我记得我的父亲，在我心中留下一个很深远的一个信仰生活化的一个教导。之前譬如说我们如果出去外面吃东西、吃饭，我就看到吃完饭他一定把盘子叠好，把垃圾就是有时候你那个卫生筷什么把它弄好，就把它放在碗，把吃完的碗就是叠好，筷子、瓢羹什么都弄好。他从小就告诉我一件事情说，吃完就也帮人家整理好，方便那个店家的人整理。有时候我们吃完就是四散嘛，碗盘就是四散，然后让人家来收。我那时候他就跟我讲，把它堆好，方便人家来收碗盘，就这样子方便的拿回去洗。哇，听了这件事情让我一直在思考。我们是付钱去吃饭，我们大可说我是我付钱啊，就是客人最大嘛，你就是要替我服务啊。但是我父亲想的是不一样，我们帮人家弄好，方便人家拿去洗。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在教导孩子的一个思考面向？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仰生活化的一个表达。信仰不是只有知识的传授，它是你怎么活出那个榜样，在影响家里的人，特别是我们的孩子。再来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，灵性上的成长。什么是灵性？灵性就是一个人在各种相处的关系中，他能够达到平衡的一个最佳状态。就当一个人有稳健的灵性，根基在人跟上帝的关系，特别跟上帝的关系能够良好，他就能够发展出跟人际相处美好的一个关系。过去有一位女牧师，我的朋友，她曾经到以色列去参加一个研习会，这是在几年前的事情了。那她回来台湾之后，就跟我们分享说，她到了那个地方去受造就的时候，她发现一件事情。她说，以色列的青少年他们在周末是不玩手机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玩手机？因为他们遵守安息日，让自己在安息日的时候保持圣洁。这是当时他看到的一个状态。所以我们看到跟神的关系，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说信仰生活化，然后生活把它信仰化，在一个很日常的里面来表达，来活出信仰，这样子才能够活出一个榜样。前美国总统林肯，他是一位很有名的领导人。那有评论家这样评论他说，在林肯的身上，其实他并没有伟大领袖的条件，但是上帝赏赐他两项东西，就是造就他成功的两个条件，一个是他的贫穷，另外一个是他有信仰敬虔的母亲。母亲在林肯还小不认识字的时候，就开始怎么样读圣经给他听，常常为他祷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伟大母亲背后所付上的代价，来成就一个孩子，为他祷告，教导给他信仰的力量。所以回到家庭的信仰教育来讲，信仰是不会遗传的哈。特别有时候我们好几代的基督徒，觉得到了第4代、第5代就是理所当然你是基督徒，但信仰上面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第1代的基督徒，
都要亲自来跟上帝建立关系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上帝没有孙子，只有什么？只有孩子，没有遗传的。所以相信落实到家庭的信仰教育，最终最重要的还是父母能够以身作则，活出信仰的榜样。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提醒我们来思考看见有关信仰教育这个部分，它是细水长流的，它是需要我们有行动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守节。首先，父母就先身体力行来实践信仰行动的模范。其实我常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妈妈或者是爸爸，他们都把孩子每个礼拜这样子带着，让孩子始终如一的来到教会。其实我们不要忽略到这个动作。其实我相信在座每位我们身为父母的，当你日积月累的不断的把孩子这样带来，陪着他来，因为有时候你没来，孩子就没来哈，需要你载着他来，带着他来，陪着他来，也许是半催半推，但是我都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将来有一天是会开花结果的，将来有一天是会开花结果的。有些人可能他会半途而废，但是我看到的是很多人是坚持的，每个礼拜。所以在座每一位父母，你要相信你所做的，上帝在看，他会纪念，而且会这个信仰是一点一滴在形塑，已经烙印在孩子身上。所以你这样子始终如一的陪伴，有一天是会开花结果。那透过今天经文，我们也看到少年的耶稣，他坐在圣殿在学习真理，求问真理。从小他就明白，他爱上帝，他要以上帝的事为念。这个就是一个家庭教育的环境，跟父母榜样所熏陶出来的。有一句话这样说：留财产给下一代只是小钱，教育他们是多一点的财产，留下美好的信仰才是最大的产业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，来，请。留财产给下一代只是小钱，教育他们是多一点的财产，留下美好的信仰才是最大的产业。留下美好的信仰才是最大的产业。盼望我们能够持守在上帝的道上，愿意这样的一个付出，将你最美好的信仰在你的家庭当中来成为一个见证跟祝福。或许很多时候还有一些的困难，或许还不是全家归主，但是当你让上帝的爱在你心中，然后化为一个榜样，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见证的时候，相信这样的一个场景跟你爱上帝的心是会烙印在孩子身上。孩子是会知道，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他们热心在教会服事，他们敬畏上帝，他们常常祷告，常常喜乐，那也常常为我们祷告，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们，总是用笑脸来面对。哇，这些美好的场景是不是会成为孩子一个很美好的榜样？所以盼望我们留下美好的信仰，成为我们家庭我们的下一代最美好的产业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再一次透过看见少年的耶稣，他在年少的时候他就以上帝的事为念，他就渴慕真理，他就在圣殿里面
一面听一面问。主啊，我们巴不得我们就像这样的耶稣，渴慕真理，爱上帝的心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耶稣的父母如何的用信仰来影响耶稣，用信仰身体力行实践的行动带着耶稣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，能够成为我们孩子信仰的一个榜样。主啊，让我们坚定站立在你的真道上面，能够活出那美好的信仰。愿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唱回应诗。我们唱2遍。接下来奉献，请丝线的同工出席服事。
接下来我们来读我们今天的金句。我们今天的金句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章第52节。我们读2次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路加福音第2章第52节。我们没有新朋友，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做我们教会的会务报告。本会消息：今天是台北中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，兄姐请关心代祷，奉献支持宗教教育事工的推行。第二，本会信德奖学金申请，若有符合资格的，请向干事提出申请。第三，我们教会各团契已经选出各团契的首长：圣歌队队长纪丽娟执事，中年团契会长雅展执事，少年团契会长廖米勒弟兄，青年团契会长夏炳信弟兄，同心团契会长杨丽珍长老娘，其余同工请弟兄姐妹自行过目。第4点，我们10月份的所有的形式有记载在上面，请大家自行过目。比较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我们有一个是核糖核糖那个已经过了。那另外第5， 11月7日，本会圣礼典主日，我们是联合礼拜，请大家记住，11月7号我们是联合礼拜，我们没有华语礼拜，请大家记住每周3有查经祷告会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每周4松年有早上，礼拜4早上有读经班，可以鼓励我们家中的长辈多多参与。会计报告请大家自行过目。团契消息：儿童主日学今天正式开课。同心团契、青年团契以及松年团契各有举办野外旅游的项目，请有意愿参加的，向各团契的办理人员报名。肢体相通部分上面有记载的弟兄姐妹需要代祷的项目，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为他们代祷。总会、中会教会消息：我们长老教会圣诞口罩每盒300块，有50入，每片6元。我们这些钱要作为台北中会教会社会部防疫基金，有兴趣的、有需要的，请在1楼公布栏登记。我们登记到今天就登记截止。好，我们的主日学今天开始开课了哈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今天是传统的主日学纪念主日啊，现在是教育事工主日。那我们很感谢主日学的校长，还有老师们，还有各位同工，然后在主日学的这些的殷勤的这样栽培孩子哈，实在是很辛苦。那我们也谢谢礼拜天也有少年团契辅导芳玲姐啊，这样子带着这些的孩子，这都是在做生命的培育哈。那我们是不是一个掌声？然后我们来感谢这些老师们哈，然后将一切荣耀也归给上帝。以上报告。弟兄们、弟兄姐妹，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吟我们今天的祝福诗。我们吟唱完，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祷。
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。我将你们交在上帝恩典、慈爱及保护的圣手。愿全能的上帝、父子及圣灵的恩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